继续来看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出名的景点女王头，受到自然风化影响，阿妈滚一年比一年缩小，目前剩大约116公分。专家学者召开着社区的说明会，讨论保护的方案。专家讲，除了风化之外，目前上大的断头的危机，就是地动甲风台。毋过面膜的线条真明显，野柳地质公园的女王头因为外形特殊有指标性，真个观光客专工来欣赏。最近来翕相的游客愈来愈多，大家拢表示讲爱把握机会，就经过后盖翕无这个画面啊。我想说之后可能会乱掉，所以先来看这样子。对，最主要的景点也是这个嘛，所以可能断掉了之后就不会没什么特色了。原来是因为自然的风化，女王头颔管啊愈来愈细，引起断颔管啊危机。女王头的颔管啊位演过1969年差不多220公分，到1990年剩158公分，35年后即马只剩116公分半。专家讲风险持续增加。它每一年都会波纹都会缩小嘛，啊，那个是属于自然风化的现象。如果女王头是两边的话，就是0.1加0.1就是0.2嘛，好，没有太多个5年可以好让它慢慢自然风化。学者有提出来奈米的这个部分，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关注的议题。去做一些测试之后，到底现在有没有机会去寻找更不同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保护措施啊？专家学者超前部署，就想尽办法要抢救女王头。佮专工召开社会说明会嘛，表示讲目前最大的危机唔是风化，是难以预料的大地动、风台也是大影。除了这以外，相关的单位嘛加强管理，减少人为的破坏，希望讲尽可能延长这位女王的寿命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